那么现在，请姑娘们各显其能。如果谁今天晚上可以把顾少逗开心，那么楼下那辆车就归你了。顾少，我敬你一杯酒吧。哎呀，喝了这杯酒就能把所有烦恼都忘掉了。顾少不爱喝酒，我给顾少讲个笑话吧，顾少听了肯定会高兴的。停，大家都走开，干嘛呀？让开！没见到顾少不喜欢你们吗？不理你们吗？顾少就喜欢我这样子的。梦涵，看你的喽。顾少，来嘛，喝一杯。一醉解千愁，一醉解千愁。好，这句话我喜欢。喝一杯。喝。姑娘们，敬！一醉解千愁，干杯！解千愁。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做的那些事？他想干什么？如果让顾西山知道我做了这些，不行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来，顾少，还有最后一杯，来喝完。喝不动了。喝完了，喝完了。你们喝。顾少啊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开心啊。那等会我们去哪儿呢？去干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别跟我动手动脚啊！哎，顾少。什么？你说锦溪以前留下的地址没人？是，所以无法联系上邵夫人。你赶紧派人去找，一定要找到锦溪，不能让西城啊就这么跟他分开。是，老夫人，其实这些天少爷心里也很难受。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还喝得烂醉，您不要管他，人要不失去啊，就永远不知道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。这次的这件事啊，对他也是一次教训。你赶紧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您卡里余额不足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段时间没出去工作，医药费都不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